大家唔使話我全部人都知道我係直支持警方，咁亦都支持政府。除咗佢哋做得唔啱，我就一定會講嘅。今次咧，我想同大家講個真實案件。而呢個真實案件裏面咧，反映到警方有好多敗窮之馬啦，律政處有好多為咗 case 而係濫顧公平嘅人啦，甚至法官亦都有一啲唔到班嘅法官或者不良心態嘅法官。咁個案就咁嘅。喺2024年8月28號晚上，有一位68歲嘅姓陳嘅保安員，佢朝頭早咧就佢爸爸96歲都已經撞穿頭，就流咗好多血，就入咗廣華醫院。咁啊搞咗成3個鐘要留醫。跟住咧佢夜晚咧就諗住8點鐘翻到屋企，快快脆脆食埋飯就去探佢阿爸。但係喺佢途經界限街34號嘅時候咧，就後邊突然間個男子拉住佢個背囊，就同佢講：喂，你非禮我女朋友啊！你過嚟。咁呢個男子咧就身高係1.74米，呢位陳先生1.68米。個男子係高大威猛，着短衫短褲，兼且有周身紋身。咁啊，將阿陳生拉到去彌敦道惠康超級市場門口，跟住佢個所謂女朋友都跟埋嚟啦。跟住就報警。報警咧就好好笑，佢喺個999錄音度咧就話個男士、嗰個女士咧就仲俾嗰個陳生非禮緊，咁好笑。如果真係非禮緊，你就點會報警咧？即係有時間咧，你報得警，你梗係制止咗個陳生啦。總之裏邊所講嘅內容同事實不符。咁大約講緊係10分鐘到，衝鋒車嚟咗，咁一隊警察由個沙展帶領就落咗嚟。咁咧跟住咧就由一個便衣警員咧就去控制住阿陳生，就將阿陳生拉咗去近住彌敦道條欄杆，即係都係呢個惠康超級市場對出。而個警長同個軍裝警員咧就去了解件事啦，向個事主同個男仔。咁冇幾耐咧就冇同個陳生講過任何嘢，無論軍裝便裝，就帶咗陳生上警車，一直就車去旺角差館。咁去到旺角差館，梗係報案室啦，跟住拘留室啦，跟住又要打指紋啊等等啦。咁亦都俾咗啲文件啊，陳生簽其他文。陳生根本就唔知嗰啲咩文件，因為陳生只係小學畢業，講緊係57年前小學畢業，咁所以佢其實好多嘢都唔知。咁喺到嗰個環境，警察叫你簽，你咪簽咯。佢根本因為陳生係個好內向嘅男人嚟嘅。咁咧，其中有一張咧就係話佢係有權利去見律師啦，同埋有權利通知家人嘅，但冇講內容俾你聽，所以陳生一直都唔知，就喺拘留所裏邊。因為如果陳生知嘅話，佢一定會打俾佢太太，話俾佢太太俾人拉咗，佢唔會唔打嘅。咁佢係好愛錫家庭嘅人，咁一直等咗2個鐘頭之後咧，拉佢嗰個軍裝警員21乜乜乜號啦，咁咧就走去同佢講，拉咗佢入去一間interview room，即係口供嘅室啦嚇。咁就同佢講非禮好濕碎嘅啫，好小事啊，只係罰錢。咁你咪認咗。如果你好想翻屋企，就認咗佢啦。因為陳生表示佢好想翻屋企，好想通知屋企人。佢話你簽咗咪得咯，你認罪咪冇事咯。咁一直咁說陳生，結果陳生就俾佢成功說服咗，就簽咗一份口供紙。其中有句說話就係咁嘅：我成日俾次機會啦，咁樣就等於佢認咗罪。OK，咁咧跟住就。唔係放個陳生喎，係照擺喺拘留所，就第二日直至到第二日俾咗半本通心粉佢，之後就帶佢上去西九龍裁判處過堂，落案起訴佢非禮。嗱，整件事陳生係根本就唔係被逼，亦都係喺不公平對等嘅情況之下要簽嘢嘅。咁陳生屋企人咧，成晚就揾阿陳生啦，直至第二朝9點鐘。就係去呢個旺角差館報案，就係話唔見咗個老公，咁先至被通知，就佢老公已經轉介咗去西九龍裁判處被控非禮，佢哋就即刻去西九龍裁判處過堂之後咧，裁判官咧就准許擔保，咁就1000蚊擔保就出嚟，就等候正式審訊。喺呢個時間咧，大家要留意2樣嘢，警方咧就其實咧。就基於一個所謂
女士嘅口供啦嚇，同埋個男士嘅口供，咁就交俾律政處。本來律政處係有個責任去檢視呢啲口供係唔係完整，係咪足夠控告先至繼續跟住去控告。如果唔係，就會所謂 withdraw case 撤銷控訴。但係呢件事咧，律政處冇做。咁但係你記住，警方所提供嘅證據就係嗰個男士嘅證人叫灰騰，真名就叫做陳展業，陳展業真名。咁當年佢嘅女士咧，女朋友就羅嘉怡，都係35歲當年。咁今日就係應該37啦。OK，咁咧大家聽一聽呢個案件嘅內容，你就知道係個冤獄，因為呢件事咧就係嗰個太太。嗰個外甥女就識得我太太，就跟住就揾我。我睇完之後覺得非常冤咗，因為根據個女事主嘅口供，佢就話當日28號8點鐘，佢喺街準備過紅綠燈等燈嘅時候，佢男朋友企喺佢嘅左手邊，即係搭住佢膊頭啦，攬住個左邊，而佢突然間覺得佢左邊嘅屁股隻大腿有人掂到佢隻大髀。感覺有隻手指由佢條短褲伸入去撩起條底褲，再掂到佢嘅陰唇，咁佢就驚之下擰轉身。嗱，記住擰去邊邊？擰去右邊向後，然後睇到有人喺佢左邊嘅屁股度伸咗縮翻走隻手出嚟，咁佢就認得嗰個陳生。嗱，我曾經做過呢個專家證人，關於動作嘅，因為我動作幾即係好清楚點樣發生就會點樣反應，咁啊成功就律政司撤銷控訴嘅。我想問大家試下諗下，如果你係女士，你喺左邊有人掂到你嘅大髀，有隻手指，你感覺到，你會唔會即時嗌啊？但係個女士就話佢好驚，驚到唔識出聲。喂，你有個1.74米嘅男朋友喺隔離高大威猛，你唔出聲，當你驚唔出聲，跟住你話佢擰去右邊，大家試下幻想下，你喺右邊擰過去向右，然後望去左後方，望唔望到你屁股？話俾係唔到嘅，除非佢係貓頭鷹。呢啲疑點重重，喂，電光火石之間。嗰位陳生68歲，朝頭早已經有啲壓力，翻屋企你夠高大威猛嘅男仔隔離，佢係咪癲到去撲埋你去非禮你咧？呢個都不可信，聽嘅都匪夷所思。咁我覺得有問題。咁啊，到越嚟越接近審訊日期咧，我哋就要求咧，就律政司咧就係提交所有證據。律政司提出最早期提出所有證人，就包括第一證人就係嗰個男士叫灰騰，真名陳展業。第二就係嗰個受害者，第三就係嗰幾個警員。咁然之後我睇到原來嘅證人名單咧就冇咗嗰個第一證人灰騰，即係陳展業。咁我哋好奇怪問點解，就要求佢律政處提佢出席，因為我哋覺得灰騰係有問題嘅。咁因為佢睇翻佢差館口供同埋佢999報案嘅口供講嘅內容都唔符合。咁而且嗰個女子亦都好講到即係匪夷所思啦。咁因為一般嚟講咧，風化案第一證人係最重要嘅，佢知道目的一切，而一個報案者。點解會咁奇怪？律政處係唔需要證人咧？我哋寫信查詢嘅時候咧，律政處就話佢哋覺得唔需要，夠料。咁我覺得唔公平。喺審訊前咧，我哋就想寫信俾法庭，要求終止聆訊，永久終止，因為對嗰個被告唔公平。如果佢唔交出第一證人嘅話，好啦，到審訊嗰日，咁咧法官咧，女裁判官姓莊嘅，告受害人上身。佢話咧，電光火石之間咧，伸隻手指去撩開底褲，可能條底褲咧就係鬆咗，露咗一邊陰唇出嚟，掂到都唔奇嘅。咁講，咁個女被告咧喺口供話，俾一個肥男子，身形肥胖嘅男子非禮嘅。其實我哋嘅受害人咧，真正嘅受害人啦嚇，陳生咧，其實係個細粒瘦削嘅男士。佢居然就女受害人咧。阿羅嘉怡咧，法庭話佢可能減咗肥，官又話係啊，都有可能減咗肥啦，因為相距成9個月，即係完全係歪理。仲有一樣嘢，對方咧警察咧拉佢嗰個警員咧，
就喺佢個21幾幾幾，就喺佢個所謂記事簿上咧，就記低咗所謂整個過程，就話我接到投訴，跟住咧就去現場，咁我咧就走去拘捕陳生，就警戒咗佢，唔係事必要你嘅講，就話佢因為涉嫌非禮被拘捕。嗱，根據警察守則咧，任何警務人員咧，當拘捕一個人嘅時候，必須要講佢理由同埋警戒佢，記錄喺記事簿 notebook 咧，我哋所謂。但係必須由嗰個被捕人簽名確認，但係呢一個 notebook 咧係冇被告人嘅簽名嘅，即係佢自己翻去作嘅啫。因為陳生由頭到尾未見過呢啲所謂記事簿，佢一個普通市民，一個老保安點會知啊？好啦，第二，佢走去叫佢俾口供，正式落案口供紙嘅，正式落案俾口供紙嘅時候咧，嗰張口供紙亦都冇警戒喎。但係基於呢兩樣嘢，如果正常律政處睇見咧，錯漏百出就應該撤銷控訴嘅。但係律政處繼續進行，兼且剔走咗個第一被證人，呢個好有問題。個官咧居然最後咧就定罪，話佢有罪。佢話雖然68歲係冇案底，一定程度係口供可信，但係我覺得女嘅受害人更加可信，同埋個男警員同你無冤無仇，點解要害你咧，亦都可信。至於其他嗰兩個警長同埋另外一個便衣警員咧，講嘅嘢互相錯漏百出。有個又話冇聽過嗰個軍裝警員警戒，有個我直情唔知情，根本就冇人聽過軍裝警員警戒。咁佢居然話可以接受，就判咗阿陳生有罪。有罪咧就即時判佢21日坐監。咁我哋即時就提出上訴。但係嗰個裁判官話，除非你5點前攞到上訴嘅正式申請書付款俾我，如果唔係佢即時今晚要入獄。一般就唔會咁嘅。但係你記住嗰陣時係幾點？係4點45分，即係仲有15分鐘就到5點。我哋即刻，好彩我哋所有律師咩都在場，即刻衝落去下邊辦事處辦理手續。而辦事處啲人咧都好合作，盡快即時同我哋結咗4點59分攞翻張申請紙上去法庭，先至可以令到陳生可以出嚟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算我哋上訴成功，佢都係坐咗20幾日，係冇意義嘅。好明顯個官係想釘死佢。好啦，呢個都唔算離奇，離奇嘅嘢跟住落嚟。跟住我哋上訴嘅時候就調查呢一個羅嘉怡同埋呢個陳展業，即係灰騰，點解要改名？有原因嘅背景。原來發覺嗰個灰騰咧，根本喺我哋上次審訊期間咧，就俾警方橫押咗，拉咗，不准保釋，係因為佢誤導警方同參與其他罪行。律政處根本就攞唔出呢個人，咁佢就夾硬剔走咗呢個人，隱瞞呢個人嘅事實。呢個陳展業係2019年黑暴分子，亦都承認佢曾經參與過黑暴嘅活動。嗱，呢個大家可以睇翻佢大紀元嘅訪問，你就知啊。我一陣喺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。而呢個羅嘉怡仲經典，呢個羅嘉怡就係2019年話喺旺角警署俾多名警察輪姦兼且成人仲落埋胎，而佢亦都係喺嗰段期間牽涉其他罪行被控，而係擔保咗出嚟。咁我哋陳展業咧就話俾人聽，因為佢原來咧係2019年泰拳冠軍。我想問，一個泰拳冠軍喺身邊，你俾一個68歲嘅保安員得個1.68米，佢非禮你唔敢出聲，係咪講出嚟都冇人信啊？好啦，跟住咧，原來佢兩個咧就向法庭申請就去泰國打拳賽，法庭啊真係唔居居懵成成就俾佢保釋咗出外。佢哋就喺我哋嘅審訊期間嘅大約係3日後，就搭飛機去泰國，跟住轉咗加拿大，而家加拿大棄保潛逃，仲接受緊大紀元啊等等嗰啲咁嘅網絡訪問。喺呢度我就覺得好奇怪。第一，警察點解硬要做咧？明明都唔夠料，點解唔查呢兩個證人嘅底咧？即係受害人同埋證人。而律政處點解明知嗰個第一證人有問題，你寧願話剔除佢喺證人名單，都唔講個事實出嚟咧？呢啲全部都係無論程序上或者公義上都係錯到不得了。好啦，嗰個法官
咁樣做法係咪啱咧？絕對係唔啱。咁我就上訴咧，最後咧喺上訴審訊前大一兩個禮拜，律政處嘅高級檢察官就寫封信俾我哋，就話我哋睇過晒我哋上訴嘅理由，佢就覺得我哋有嘅理由合理，咁咧就準備咧就向法庭申請宣佈我哋個陳生咧係無罪，亦都唔會向法庭申請重審，因為根本無異，因為上訴有兩個結果，一就即時判你無罪釋放，第二就可能發還重審，但係佢連發還重審都唔敢做，結果就認輸。咁我哋就即時咧打電話俾陳生個妹咧，陳生返工就通知呢件事。陳生妹同我哋講，我當時都感動。佢話：冼先生、冼太，其實我好呢幾日好唔開心，因為我爸爸早幾日就走咗，我哋愁雲慘霧，個哥又含冤受屈，即係已經消極到不得了，覺得呢個世界冇公理。但係你哋今日呢個電話咧，無疑一個沙漠中金泉嘅甘露，佢令到我哋個人間有愛，咁啊好感謝我哋。咁我當時都好感動，因為整件事我哋係免費，一個錢都冇收，我兩夫婦都冇收，而亦都好多謝我嗰個大律師朋友歐紀律，佢亦都毫子都冇收，係免費幫呢一個陳生去上訴。咁仲有一樣我亦都好感動嘅就係呢個陳生嘅僱主柏玲啦，物業管理啦，佢收到警務處好無情嘅，一判咗罪咧，唔夠一個禮拜寫封信嚟話牌照話取消陳生嘅保安員執照，要求公司炒佢。公司不特止冇炒佢，即時將佢轉為顧客服務部，唔使佢做保安，繼續聘用。咁你可知公司對佢幾信任？咁我亦都覺得人間有情，唔係淨係我哋兩夫婦幫佢，其實佢嘅僱主都有幫佢。咁我呢度好開心。而最後上庭最開庭嘅日咧，嗰個姓黃嘅女法官咧好好，佢話佢知道清楚整件事，而律政司做嘢咧係完全有問題，咁啊督促律政處咧要檢討佢哋做嘢方法。咁我講呢件事咧有兩樣嘢，第一，警方仍然都係害群之馬，我哋都要講一講嗰個警方嗰個編號係 MKRN， 即係旺角警署24043850。如果大家係熟悉呢啲警務人員嘅高官，就唔該佢哋去重新審閱下點解啲伙計會咁樣做。而嗰個法庭 number 就係 WKCC 3812/2024。咁我想希望律政處去睇睇點解律政處啲人明知唔夠料，而且疑點重重，亦都第一證人本身都係一個唔可靠嘅證人，已經亦都係被扣押，向其中一個罪名就係向警方提供不實資料，浪費警方人力物力，亦都有牽涉到勒索欺詐呢啲咁嘅所謂受害人，點解你唔去睇睇？然後夾硬要一個保安員，他呢個叫做弱勢社群呢？如果唔係佢遇到我哋兩夫婦，我呢個傻更更肯幫佢攬上身，免費幫佢做嘢，佢可能一世喎。因為你記住，唔係就咁坐廿一日，68歲之後先至無端端俾人含冤受屈，跟住有個案底點樣交代？佢兩個女都好乖，我見過，亦都好唔開心。一家人無端端俾一啲咁傻嘅癲嘅呢啲癲仔癲雞去咁樣做法，係唔係好呢？嗱，事件最終當然圓滿解決啦，但係我希望警方、律政處檢討下司法處。而呢個女法官姓莊嘅女裁判官係暫委裁判官，但係咧好彩、好開心就係最近我 check 過嗰個裁判官名單冇佢份，好可能係被炒啦。因為我好幾個大律師朋友都撞過佢，同佢對過手，而全部都判有罪，但係大部分都上訴成功甩咗，係因為呢個人係亂咁判嘅。我亦都希望司法處喺請官嘅時候咧，就唔好再請呢一位莊姓女法官，本身做開大律師，後來唔知係咪撈唔掂定點樣走去做律師，唔知係咪又再撈唔掂先至走去做法官。如果我哋香港司法處有多幾個咁嘅法官咧，就係市民嘅不幸。好，如果大家有類似嘅冤獄需要幫手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哋。但係我哋唔係每一個都免費，因為有啲人本身有錢想攞免費着數嘅咧，對唔住，唔可以。但係如果有需要，好似陳生呢啲嘅市民咧，我哋絕對樂意無條件去幫佢哋嘅。多謝大家。